大焦点来看王金平透露2015年国民党换跳的内幕，讲当时朱立伦甲征调6届，希望伊出来选总统，但是不到尾啊，新郎毋是伊。朱立伦早起来回应讲，尊重党内前辈的发言，但是现主席阁甲4年前的风风雨雨提出来讲，敢若会去伤到国民党的元气。朱立伦嘛确定了，14号到21号要到美国访问。朱立伦讲，这段是要去学习的。有邀请5、6次吧，新郎不是我。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讲，4年前国民党换跳的内幕，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无希望党内内乱。走回过去国民党4年前的所有的风风雨雨，只会内耗。至于王院长，我想当时他已经多次表明，他是因为家人反对的因素，没有办法参选，可能是当时因缘不足吧。朱立伦强调尊重党内前辈发言，嘛宣布要去美国，将于14、9日到涉国参访苹果、Google、特斯拉等企业，将甲当地台湾工程师对谈，嘛将伫斯坦福大学公开演讲。完全是一个产业面的一个交流跟学习要到华府或者是要到美东去参访，那这个可能要等到正式提名之后，如果有这样子一个安排，有需要的话才去。不过，国民党初选的时程上晚可能拖到7月份，有人指讲这是为了要挡台北市长郭文天。我们不可能围堵谁或者不围堵谁，开放谁或者不开放谁，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朱立伦希望党内初选愈紧愈好。王金平打算伫3月初正式宣布参选。2020总统大选虽然那赢天王一一表态，竞争的火药味是愈来愈高。